乡亲韩式世界时代传统美食也下很有特色么？记忆当中嘅客家美食又存到一道呢？也下后生人各手接触螺丝面，也表示讲传统美食天出爱创新咯。50歲嘅傅文忠一路作為20年嘅有機飲食，也下推動是客家文化園區搞沙琪媽媽來做創新嘅客家美食，而係用嚟作為農業堅持有機呢？向下來看下先。因為飯春後面係攞撈字啊都較實係較實吼。老的肉腐肉是泡菜流蘿蔔乾一道，媽媽教識一道學員，當然正套學做飯台。福建飯可以用兩種嘅方式來包，一種係包鹽呢，就較講一般看到飯鹽呢一樣；一種係可以包較日式嘅三角形呢。詳細看下傅文忠用嘅包飯台，係基本食材按樣嘅準備。一道學員喺台中東勢沙琪媽媽，50歲傅文忠對今年開始去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教一啲媽媽用將傳統嘅客家美食創新出新嘅東西。一邊呢遊客非常嘅多，假日嘅時候平均一日有2000至3000隻嘅遊客來自全省各地，係可以同樣嘅東西，係客家文化，尤其係美食文化，可以推廣到所有遊客嘅身上，遊客再去都推廣到嘅每一隻嘅朋友家人嘅身上去嘅時候，一個意義就非常嘅重大。變過來，變過來，過去，耶！成功！一道沙琪媽媽當歡喜，佢必要學會一種新嘅客家美食。我哋佢必做兩個飯團吼，我哋福氣飯團吼，因為佢係用兩客家吼，客家蔬菜嘛吼，去做啊，所以叫我哋真有創意嚟講，就是一種嘅那個名稱，我哋福氣飯團吼，嘛用係真嚴啊。傅老師嘛，當對於教客家做嘢，來了冇藝術嘅按困難啦吼，嘛都客家蔬菜啦吼，個菜脯啦吼，嚟。做當傳統嘅客家東西，嚟都簡單嚟做，伊喺度學嘅，喺度當翻譯啊。係個人家一天要貼喺項目啦，貼喺全部項目。嘅時候，到佢食飯，有人嗌都同太太嗌到到那邊食飯都點一碗一個滷肉飯，點一滷肉飯。嘅時候食一滷肉飯，佢嗌都相當味。特別細時候吼，青椒食得很嘛，都有個泡菜，然後給它整咗肉鹽，羅飯乜嘅都唔是包，一碗都是包。做飯團嘅飯，老食飯嘅飯，食起來無窮樣。窮樣嘅係傅文忠想做出家鄉嘅美食，尤其係做生年嘅時節嘅美食。傅文忠係沒有啲人，驚媽媽同佢托過小時節，出到嫩癌，半年就過身咧，也係40年前嘅事情。這樣時講到癌症，就係無救嘅病。要按清楚嘅記憶，故所佢堅持要做有機飲食，做到今已經漸漸嘅20年咧。佢15年嘅時候，媽媽佢就因為癌症，當然做癌症，佢6年嘅時候就過身體。無論係媽媽做一定好食嘅菜，也愈係有人做嘅做點。從愛狀有一薄嘅，當多人就會想到家鄉嘅傳統美食。傅文忠特別最美麗，就會帶點落伍嘅東西，全部卡天天嘅上。人到50歲間後，按當道嘅想法開始，我有得改變。當道嘅時候，我回想到細時候嘅嗰種快樂嘅時間啦。所以，平常時就會到轉落物間，就會拿到落物嘅東西轉落一片事。做面聯絡一檔生意，就會過程下見教見樂，係無乜出貨啦。老少落落聯絡到畢業度學，有咩客家新美食？傅文忠見到面，就把傳統按好客家美食，請佢也推人好食，後生人連名都唔想名，按樣文化會見來艱難傳下去。故所佢用係當長嘅時間去研發新口味，加入後生人好嘅東西。我就開始思考，乜嘅東西係後生人情感嘅東西，開始都係
针对市场上各种的食品开始去研究，发觉市面上卖当好个布丁啦、奶酪啊等东西人拿来试看呢，发觉一同人食水饭的感觉越来越强一条路隔壁连沙，啲人讲我一左有失败，全部抢呀他个事。是到后面他就看到我都讲，失败。新店办联络福喜饭团，客家新美食系其所尤其饮食的另外一个梦想。而客家美食行较抗欠，让尤其商店的生意咪会越做越大。因为我开店20年以来，多到现在问题是，一年听无到，当然上个世界附近那种，我走原来又麻烦，所以我现在理想係早上起係都成立一個工作站，本日就看落實人去經營，客家來撈嘅人去聽書，特色也做一有好嘅工作，可以增加一份收入。建議懂得跟同人分享以前的感的東西佢唔會控制佢做係佢曉嘅東西，以前細漢時嘅東西嘛佢盡量教大家，同大家分享咧以前有以前記得啲東西咧經過個副老師安尼同咱教安尼本來一個想起來，細漢時嘅啲東西安尼。老師拄好和劉登做生意家下按好的美食，他也變做理想，還有機會去做出來正經的動站。傅文忠希望佢未來愛做有機飲食一條路，唔單止要賣抗欠的食物，還看得到客家文化內涵。